小姐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拄则唱迄首歌真好听呢，看你唱这首歌就知影，你心情嘛是无讲偌好的咧。哎，就是讲无好，毋知来恁这间酒店。对，嘿啊。我这间酒店是真出名的，叫做伤心酒店。你后摆若定来这，你就叫我阿兵就好。安尼哦。你无看我较早少年的时阵嘛是真缘投呢，我的目睭嘛是这款型。我也看袂出来是安怎？即摆就食老啊，目睭倒水。较水啦。哦。小姐真有眼光，要点什么酒？恁有迄个米酒头玻璃达标。小姐安尼看起来敢若真有库拉斯安尼。你是到底有无来卖啰嗦啦？哎呀，有啦。有啊。你先啉，我甲你哈。安尼哦，然后。来，阮这边阁会使迄落点歌。我这间平安老爸甲别人无共款。你讲对我讲，恁这间店名叫什么？伤心酒店哦。哎呦，你就是要点迄个啊？哦，哎，有无？有这个歌无？有，我替你放，好，安尼吼，好来。哎，外口先生们要伫啥物件发声者，好，歹势。哦，哎，就是这点。对。面淡的光线，小太。小姐，我即摆想咧想啉我的果汁，这我啉这要我啉的。奇怪，你唱歌你就头壳歪迄边着啊！我做头家的人嘛是喙会干，对不对？哦，是讲咧试验就对了。无要紧，无你换一支好啦，好啊！我这个人嘛是讲嘿，对。去我头掠着你安尼，我靠卫生的。家己唱袂到位，我要怪我甲你偷啉。记得啦。这边是我的，你用迄边啊。你若是会惊呢，我会使甲你倒做两支啊。你较紧的啦。我再搁放一个哈。伤心酒店，好来。咱坦白讲，天地良心。我一岁都无甲说着你啊，足奇怪你唱歌你。我即摆有想着讲，你甲偷啉。你搁想着偷啉的代志，无安尼，这树根甲提走好了。哎，你若要啉你贵安尼用安尼倒，我搁放一遍啊。歹势，别个人去可能嘛要点歌，你安尼。好啦，万一唱袂落去，继续啦，免停我去。讲正经的吼，后摆我若咧唱歌的时阵，拜托你们后壁甲我学。我拄则是情不自禁，才对你唱一首歌。其實我一看到你，我就足想要唱另外一首。你还阁有另外一首歌？看到我也想到另外一首歌。对啊哈。什么歌啊？唔知你会使徛到头前嘛？你真啰嗦呢，我是你的人客呢。我唱一首，我是代表我的心声。你阁有什么心声？真正，你听看卖。我捌看过这呢水的水，姑娘生做嘛真古锥，樱桃小嘴阁真后讲话，白人的乌色目睭活灵灵。姑娘啊，想要请你看电影啉咖啡，哎呀真歹势啊，免歹势啊免歹势，互你心花开。你即摆唱这个歌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讲小姐，在这个时代呢，你若是遇到你一个喜欢的女孩子，干脆就直接跟她表达心意，不要在那里推三阻四。阴暗我下班，我请你来吃宵夜啉咖啡，无去向唱首高者。哦，等你嘛拜托，等你是什么型的？我是你家的人客呢。人客哪有要紧？这是一个缘分啊，对不对？你若没有缘分，怎么会到我这个酒店里面来呢？小姐，这公共场所的这较好看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这假杂人个倒，这谁这么贴头？哼！什么人的讲？你讲到什么声都是什么人的讲话？少年人。是你甲我讲话呀？
无我拄则是你咧甲我吵啊？不是我咧看报纸，我也无讲话啊，对无？啊是安怎报纸会一直传呢？边传？是不是你跟我讲的？我嘛唔知，我无讲话啊。袂啦，我看即个型个真老实型，哪有可能啦？毋是伊啦。哦。安尼看起来是即个少年家的款。真型。少年即个真歹讲。啊。你敢插恁爸的代志？我何秋啊？哦，你看起来汗臭袂歹啊！哎呦！救命！哎，安怎？买单。这个头家啊，你若在咧讲他，你安尼后摆生意是安怎做我开这间酒店，我就是要直接看有法度找到真水的小姐，要甲带起来。也有人敢插我的代志，真正。我甲你讲啊，你拄仔落去就安尼遐尼啊坦白甲我表白啊。我甲你讲，我今日先来咧遮的，我就是吼，对感情我也无想要讲，我伊甲感情放一边啊啦，莫甲我讲感情的代志。坦白讲，你歌唱得真好，迄就是你毋捌拄着真正一个。有良心，搁知影安怎迄落疼惜女朋友的男性小姐，你若无气含啊？我若甲我行一站啊，保证你学路搁搭志。这个少年呢，因为我这个老伙啊，搁真正袂歹。行，我带你来看电影。比屁！这只下流都袂见笑，家己咧推销家己安尼啊？这光天化日一个这款代志啊，那实在是奇怪咧。哎，怎迄样就走去啊咧？是啊，何秋已经走啊咧，嘿。安尼敢有可能就是拄则这个少年家？怎照即摆这个情形看起来吼，可能是伊哦。是毋是你啊？无，我咧看报纸对无？哦，你拢看报纸？是啊。哦，少年咧。你唱你的歌，我教我什么牵连对无？对。拄则边啊，因为也有真侪人客。所以讲，若有人在发声，真正足歹又是什么人？何秋的，已经走去。你毋是你是什么人？少年的，我看无甲你修理一个袂使我哈。莫安尼啦，你甲放开啦，你嘛莫安尼，你这个我像你也莫为着我吼，你紧走好啦。你看这个体格哦，咱讲正，伊这个体格哦，袂堪咩你甲精啦，讲正。你毋免替我烦啊！拄则我是较避暑淡薄。点坐咧看咧变什么？安怎？无你是要安怎呀？少年咧，我甲你讲哈，头家啊，看卖咧哈。想过介绍我带你到局里去，我讲。哎呦，你是便衣啊？还不快去做好？谢谢。搞不清楚。谢谢。我实在看不落去安尼。哎呦，这今仔日有够衰，拄着警察安尼真害。你若对我表情，甲即摆拢完全无共样。你即摆敢输了？啊！不是输啦，我是大输啦。公牛队要较注意，公牛队换到这边来。开始，搞不清楚。我只不过是一个小绵羊而已。安尼拍摄，恁两个开讲，我出来买一个物件。我做生意是。就人起来高甜安尼是。原来你是便衣警察哎呀，一点都看不出来耶！真的是谢谢你耶！我们是什么便衣警察啊？所以这就只防小人呐。我记得学生证啊。但是无想到我感谢你的，无安尼啦。既然头家无伫，无咱家己来放卡拉 OK。安尼你小10点半就我来支持了。欢迎酒杯。踮在江边，想着明月，听你的小白情话，空起着鸳鸯树花。祝福你好前程，今日一杯，期待再相会。酒杯的珠红嘴唇，柔软人经过，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心爱的。春秋开窗，送着明月，听你的小白情话，空气。
愿你来照着约束的话，无心来违背。送别的最后干杯，期待咱相会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心爱的。哇，你唱的好棒哦！太少年那这个嘞！钱无白了哈。哎呦，我惊死！啊，你用学生证要甲恁爸好就对了。哇，哪免演啦？你要我演落去啊？你就是要演到几点啦？你安尼算演耍了对。演耍啦！啊，我想拍这个。哦，小姐，请坐，请坐。哦，谢谢。因为我看你唱歌的这个版式，我看你可能爱食柠檬酱，所以我先甲你就用好。好，安尼好，哎，多谢。我拄则边仔迄两个人其实袂记。哦，哎，伊大嫂，那个水杯，伊就拢，伊讲叫较早，伊较早拢叫半杯。哎，啊，你一个人来家呢，也不约朋友，好像就唱那个歌蛮悲哀的啊。是啊，就心情无好，就在外口看恁遮，佫内底有卡拉 OK， 我就想讲，嘿，即摆内底安尼唱一个歌吼，看心情会较好袂？但是你按照道理来讲，你拄则为迄边行过来，嘿，敢若看你行到迄个版式，而且加上你的气质、服装的穿插，会使讲一定是真快乐的女性才对哦。那有可能会心情不好。所以讲恁是查甫人，有当时啊，拢毋捌女性。你毋好看安尼敢若真水哦，敢若真侪人入哦。咱讲正经啊，咱你安尼看敢若足幼气的对无？其实吼，年纪也有一代啊啦。哦，我看这无可能，应该是毋那一代呢。那是一代，可能是真大代啊！啊，要不过看起来是少幼的，无唔对啦。我跟你讲，你来我们这里就对。我想你看过的人也太多了，颈椎啊。我边要有两个少年，你来看麦起来，你看麦起来。刚才我讲的不是乱讲，马上就有很高贵的女性出现。刚刚安怎啊？红豆酱，哦，迄气质真好。一样是不是？咱哪有可能啦？迄只高贵的。哎呦，你哪还是安尼讲？哇，这刚刚他不是已经讲了吗？有很多看得很漂亮的女孩子，人家都以为她有男朋友，都追都不敢追了，对不对？最后林之佑，你看就快嫁给小亮哥了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应该欢喜还是应该怎么样？够毒吧？我跟你讲，要有胆量才可以。拍摄，这种老客人啊，两个人啊，很上进，年轻人。哎，我还是要给你介绍一下。我介啊，你安尼伤过歹看啦，敢若袂输我，敢若无人爱安尼，伤过歹看，你有想一个办法，无那乙哥会有。哎呦，乙哥会有。安尼较袂较歹遐尔啊，感觉安尼。哦，我那等了足紧啊，对我就是讲你无要抵安尼，等一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人家还是高贵大方的不得了了。我跟你们介绍一下。乙哥会有。哎，是啥啦？我先来好嘛，买啦，我先去。你会伫你酒馆遮久啊？袂要紧。我酒馆遮久啊？你讲这什么话？我酒馆。查甫的。就也会，我会伫你酒家寡人遮久啊。无差个这。你两个安啊，这难得有机会来，你们就是这边拖时间，等下万一人家走了怎么办？好啦，那我先来了。好啦，男生女生配，猜看看。哎，男生女生配。哦，我输不是，那是黑白配。哦，你们两个人还心好青年，连这个都不会，你好青年是不学这个。这，黑白配，黑白配，黑白配。哎呦，跟我一样，不是跟剧配啊，跟剧本不太合，我一定爱输。黑白配，黑白配。哎，我跟你一样，跟剧本不是，怎么呢？后面还有啊。黑白配，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。哦，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。45度哎，哎，那这样子还没有赢啊！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配，你要跟他同一边嘛？哎，同一边啊！他指哪边，你要哪一边，他才有办法先唱啊！我叫他，你真叫救人啊！叫脚本的对吧？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。哎呀，我哪会这衰啦？承认。后来你这个小张不是我讲命运有够衰。哎。
一个都叫说袂记哩啊，这小那你姐贵遮讨厌等遮久安尼，是无意无哎，小姐贵姓我才袂记哩我。姓江。江小姐，江小姐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嘿。哦老王，哎，为了去跟一什么歌？我家有卡拉 OK。是啊，我就是要来唱歌呀。是讲大家拢就秀不？会使陪江小姐唱一首歌。哦，那没有问题，那是我的荣幸。我们来选一条对唱的歌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对球。是啊是啊。对唱的歌。我咱来啊，他你点唱歌我拢会晓啦。安尼好，嘿安尼无老张，伊就啊，咱定来唱一条。定来唱一首 A72750啦。A72750，拄啊好无这个咧。即我这店开遮久啊，哪有可能有迄个？安尼哦，上过新的无法度。安尼哦，啊无来一条国歌啦。哎呦，国歌啊不是，我讲迄首歌是 KTV 的国歌啦。 ，KTV 的国歌哦，得意的笑呀不。是不是，雪中红，男女对唱的嘛。刷中昂，你若讲我就知影。哦，帮了帮了哦。这个歌我会晓。安尼哦，嘿谢谢。好来来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对对对，哇，哇！啊，这位哎，小姐，你唱歌真好听咧。谢谢谢谢，你唔敢嫌啦。拜托，你你莫小啉者哈。咱贵姓哈？啊，歹势，我都叫捌出一喙的。你若要太高啦，你做头家人，哪会使共偷啉啦？你实在是这咧。杯我的，哦，安尼吼我啉这边，你啉这边啊。哦，两个发电真紧。哎呦，哇，主动了，你看。怎么称呼？你叫我慧姐就会使啊啦。慧姐？是啊，不可能吧？安怎讲？看起来这么样的年轻这么样皮肤那么样好，身材是保持的这么好，不可能是。保持。那么年轻又说保持，这两句话有矛盾嘛？是讲明仔载吼，暗时唔到用，我想要请你食一下暗饭啊，吼，安帅当来啉咖啡、看电影。袂使头家，安尼算赖皮呢。安那？啊，马上咧唱一条都讲约去啊。哎呦！我说坐咧遮下。啊，对对对，哎，哎呀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怎么讲你我没这样啦，我一个还没 test 到啦。啊，对对对，还有一个没有 test 到，你这样子对小张不公平。你这慢慢来嘛，慢慢来。歹势啦吼。我会讲我玩呢。你这袂使安尼一个都另外一嘛要 test 到看卖。不是讲咩？免介绍，我都假拢听到啊。慧姐，你好，你好。你看我皮肤遮柔，叫我慧姐。干什么？人对我迄个较少年，叫我慧姐就影。啊，嘿咯，嘿啦。不知道有没有荣幸，请您唱一首歌曲。是啊是啊，今日因这卡拉 OK 音响阁袂歹，无咱唱看卖啊。嘿啊。开玩笑，我们这个音响是老洋牌。哎呀，好。你好，安尼无。老洋牌立体声，立声。赶快帮你点。我点票，我点那个 GY 啊67。哦，我点来唱一条。哎，另外67的歌名叫做什么？生命如花的。哎，我们这里是编号是 BK。哦 ，BK 啊。BK 100啊，对对。哎，对，BK 100。哎。啊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号码？我来按，好好唱，好好唱。好，啊，麻烦老板一下。慧姐，这是我的荣幸，一定要把歌唱，请您 test 一下。我在这。他记得慧姐的亲的脖子。这个袋子一上去不能回头的，这个袋子卡拉 OK 不可能回头。会在等。点来。啊，对，再来一次。BK 100。第二摆啊，我头家佫倒带你。我卖差。点来哈。我在这不变这电脑的。的不。家己我头安尼点，对外声。
你是要叫我安怎唱？你有够惨。哎，我定来你讲，只要有笑声，伊就搁话头过。当春雨飘呀飘地飘在你的眼滴不完的发梢，在这里的水晶珠帘情感我来。哎呦，哎，你看，恁这少年的这帮真高唱歌呢。哎呀，这哎呦，是哎呦，慧姐一开口啊，真的不一样啊，哎呦，仿佛这是职业歌手啊。是啊是啊，哎呀，真的哦。您常来这唱歌吗？是啊是啊，我是常常在卡拉 OK 里面唱歌啦，因为，哎，我发现他们这一家的这个不错哎，不错哈。是啊是啊，我觉得真的很好。全部电脑的。是啊是啊，我安尼笑两声，家己个噔噔噔，哎呦，偌好，配合今年进步呀。配合您的时长。哎，我感觉今天有影袂歹。哦，我想要到你安尼歌唱了才赞。那这个只要您喜欢，我可以常常陪您这个唱歌。真的吗？哎，哎呀，真的是太开心了。说巧了不巧，明天就礼拜天。哦，是啊是啊。这个江小姐不知道可不肯赏光啊？这个我知道一些山明水秀，这个吃一些这个小吃的地方。哦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慧姐。好啊好啊，那是那个是我最喜欢的啊。你不是讲我明天要跟他去吃暗饭啊，按摩看电影喝咖啡，对不对？慧姐，你这几个，你听他讲慧姐就觉得很恶心。我去的地方啊，是有一点啊，但是他刚刚讲的地方，跟我走比较自然一点。我去的那个地方，你们这两个人，这坐那边还有多一个椅子，你真的，你这些假劲弄破了，现在都给谢意啊来。哎，真的不是，哎，慧姐，哎，哦，你好恶心哦，你叫我慧姐，慧姐，我肩部被拢压起来。哎呦，你要参加了，突然之间觉得，我为什么把这么好康的物件，干撒给别人呢？这是我不是这什么好康的啊？其实我看你们这样唱歌之后，我已经情不自禁。哎呦，慧姐，安了喂，你叫我慧姐，我惊死慧姐，你也给我一个机会，我这个人是要面子的人啊。他们两个人唱那歌太柔了。不够直接，你嘛给我一个机会，给你表现一下。给你机会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同不同意啊？啊，这老不休都变安尼啊，对不？啊，嘛是爱对不？开嘴。讲好啦，咱说两个少年的哦，唱的，两个感觉袂歹。哎，来跟你这老伙仔唱看卖，无定嘛袂歹嘛，无一定。嘿，对不对哈？哎，放心啦，绝对袂去点着老张的啦，咱放心，咱稳的啦。你帮我唱老歌，我感觉是唱老歌较好，较适合你的年纪。哦，老歌我嘛真好唱。KG， 我也会使唱一个。当然啦。哦哟，来，赶紧起了哈。KG 哈。啊。哦，够爽的啊！我爱我的妹妹啊，卡妹我爱你，伊当时点风来。创啥？怎样你敢知？看见月色渐渐光，有的想袂。你问啥？请妹妹你想看卖，我敢可你敢知？我爱我的哥哥阿伟，小鸟来低头。阮好比想起老，谁人对天，阮也唔敢假，亲像风雨啊破花，何时再相会？妹妹啊，我真爱你。哥哥，我嘛爱你。小春想为你，心内暗欢喜。亲像牛郎甲织女配，相好在河边。好不？情人会知难开弯，下手乱。咱讲好好，重要。
卫生棉。好没？卫生罩。那无卡当规个目睭拢鼓起来啊！乱。我就。静静静听。好啊！你想这卡拉 OK 哪？这杨老师卡拉 OK， 卡拉 OK 请袂落去啊！嘿，恋爱，我爱多唱好了，好，独唱的。哎呦，好爽的啊！哦，顶头去敢若救金咧！哦，你跳舞歌惊人，有看无？我绝对袂经你的，我甲你讲，毋是我甲你泼冷水。对啦，这种哎，回敬者，小姐啊，你那变 A 狗啊？啊，哎呦，徛几排回敬者，老中青三代。哎呦，老中青，少年的无怪你要摆啊，这个真是敬，拜托我嘛参落去敬。哦，你要参你两个拢穿哦，西装，拜托你跟他碰气咧，要变。你两个拢穿西装，我嘛爱打扮一下，你袂使安尼搞我老我。你要创啥？哎呦，老我厝要跟咱拼咧，今仔日就是场面太残酷。和这个江小姐，你来敬，安尼咱输啊，无叫敬着，咱嘛甘愿着。有够缘投哈，好小敬小敬。爱敬哦，一定爱敬哦。好啦，咱对你开始。咱讲真经，你伤少年，搁伤钱啦。啊，听讲你出头一张唱片，唱片搁卖了无好，所以我想你也是无啥有钱。我会使搁弹啊！你搁谈哦，嘿想办啦啦，我等袂赴，我算讲年纪有一辈啊。你还讲考虑者，啊，你真毋免考虑啊啦。伤钱对啊，你安尼讲遮明啊对吧？就是讲安尼明。我著比较有基础。是啊，但是我感觉你敢若吼，你这个型敢若公务员啦吼，是袂歹啦。公务员我嘛真爱公务员，但是看你型敢若真小气呢，敢若足欠的足气的，即款若家己可能嘛无偌幸福。但是我的对手真好啦，做伊看伊要开偌济摆拢会开，毋是，譬如开偌济钱我拢会开，偌济钱哦，看要开偌济钱我拢会开。我是在看一下。迄个，我看我是，你我感觉会有一地啊，迄小姐，拜托小妹看卖这边，因迄两个少年家是对。啊你哦，我著甲你讲，你搁较毋免讲，头上就敢若碰气啦吼，啊迄个面吼，讲真经搁摇摇啦吼。哎呦，来这头这都无意思啊！你安尼无意思啊！是啊，你用钱咧贿赂，明明就知影咱两个也无基础，摕钱安尼摕出来要钱。就是讲呗，即摆是啥物情形？无你即摆是当作我是啥？对嘛？我甲你讲，我啥物拢毋捌看过，就是敢若钱看上济。你是要甲我装作我是啥物货？就是我一看就知影你毋是你看互伊会声会着的人。就是讲呗，但即个头长嘛敢若袂歹看。我即摆突然间发觉你头长袂歹看咧，嘿。少年的，有看的无哈？是讲我这个人爱山明水秀，明仔载拄好过礼拜，会使请你来看一个电影，煞食一个暗饭无？好啦，无咱来，咱直接要啊！但是袂记你。少年的，有看的无？毋是我咧讲恁两个，做 sales 啊，爱搁做一阵仔时间才有法度。实在是叫我对不对？我甲伊上来走，上尾一句爱唱煞。哈像恋爱歌。哎呀，安尼就咱带去啊！我这老丢真无意思的。来噻，咱来走。刚遐小姐姐，我物件随来哈。啊。我要攞两。今仔咱敢若煎米汤去食呢。哇！哦。哎呦，小姐，嘿，今天有缘圣诞夜，来甲我老张担面食饭，拢免钱，我请。有影。哦，来，请。安尼哪会对哈？哎呦，头家，你请一只火鸡只大只，安尼哪会好意思？哎呀，莫讲客气哈，对不对？你爱食火锅嘛是有啦。你两个检讨一下，不是我说这个臭词薄皮重男轻女，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怎么这样子？你们唱的是什么东西？还有吐锤，我们唱不好，你看人家唱的多好，但是多好听，多圆满，一个 pitch 都不会跑掉。老张，你这样讲，我们现场的怎么能跟卡带比呢？啊，你底下改吐话，小姐都在是唱卡带呀？我唱现场啊。啊？
对不要，真的啊。我听讲老师讲无谱啊，不要跟他争辩，他手上有拿家伙。哎，你这对，现场，现场，还得现场啊，现场唱那家伙，现场，开玩笑，那绝对现场。无去含，我替你服务一个。好嘞，好嘞。啊，要食芹香还是石果？是果。石果歹找，食芹香好啊。哦，有看。奇怪，伊这个人啊，哦。哎，看到没有？小姐吃东西的样子都比你们漂亮。哦，真的是。头家嫌个无头家那跟咱公家呢，这我们歌也唱的，其实平常也很好啊。那捌得过奖金曲啊，系啊，啊一样咩？迄小姐唔知捌得过奖吗？飞机嘛，还有吴宗宪嘛，系啊，下面，哎呦，哎呀，刚才看到背影了。你们那些瓜车啊！哎呦，我刚才以为歌唱的很好而已。哎，金钟奖、金曲奖哎。黑喏。你哪捌伊啊？捌伊啊！你无熟悉伊啊？啊，伊嘛是明星啊！明星啊！我是讲哪会这么啊明星？你个想看卖头家？想起来，电视电想起来啊！定看到啦，嘿啦。在卖保保肝丸迄个小姐就，吼，搁举一张手啊，伫遐风一直吹。对，印象真好。哦，想起来啊！我刚才就会记得迄个歌谣啊，魔镜要变面啊。你知影一个做一个歌星哦，让人袂认的，迄是真老亏的。你嘛是歌星哦？是。那你要跟他们比，可能他们有得过奖。金曲奖是第几届的？哎，小弟是第6届。哦，对不起，小妹我第1届。学姐。哎呀，我早就咧怀疑你的身份啊！哎，你该弄掉。一个人走路应该是有规律的，对不对？他如果向前走，就不可能突然倒退嘛，是不是？你真正安尼吼，你个穿管打垃圾坑啊！真正垃圾坑。哎，我咧看伊，你甲看，小可弄一下呢，感情发展家呢，太危险了。啊！12，你甲看嘛，这个过年啊，我们人家说啊，有钱没钱讨个老婆好过年啊。对。我们还是光棍一个。哎，迄个人捌离过婚啊，这好的物件那会用放对野手。但是你放心啊，少年，哎，无代志。我来跟你讲，今年点点有很漂亮的小姐出现。哇，真的，这就是机会来了嘛，可以上前去搭讪一下嘛。哎，那这红豆讲起来个袂歹。但是话讲在前面，你们2个人的这个型不太一样。说看他的样子呢，吃火鸡的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就知道他可能也是很寂寞。对。那你们2个人上前看，饥饿型的，哎，属于非常饥饿，搞不好还有一点口渴，那你简称叫饥渴。来，机会难得，来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落单。哎，那当然我们要敬老尊贤啦，我就先来了。这是什么话？当然是2人一起去。哎，休息，开始，你2个跟他有话要跟你讲。是，什么代志？啊？哎，江小姐久仰呢。久仰。你看你今日一个人来这食面，是不是跟咱同款？对啊，孤单一个人，同是天涯沦落人。哦，有没有什么恭维要苦拉死？凭良心讲，我们印象对你都非常的好。大家都就想要跟你拍呢，但是。跟我拍哦。对，你2个就是要跟你交个朋友，不知道你是什么条件来选男朋友。我是感觉讲哦。拢歌星嘛，不如大家来对唱一下，你感觉安怎？对唱啊！我来看倒一个较高级。安尼好。我给你安尼咱报喜。你的意思，你这个小姐，若是要选男朋友，哪叫你安尼讲啊？我嘛是会使踏一下哦，啊！踏卖喷啦！气死！你讲要踏啥？就是讲我嘛会使掺伫你2个内底，甲你拼一个歌看卖咧。哎呀，那你知不知死活？人家我们是2王1后啊！哎，张先生，哎是讲咱话讲做等下，你莫咧欺负老我啦！哦，你这话讲点到搁较伤着我的自尊心。好了，拍摄这鸡吧，我提走。我咧后来赛啦，我看他好像也蛮会唱歌的，反正他根本不可能。和你踏一卡啦！哎呦，我大讲，我虽然不是歌星，也无得到什么奖，我定来咧 KTV 内底咧唱。KTV 哦。唔是咧操蛋，你的歌我嘛搭地拢会晓唱。哦，有影晓。拼一个对。你看咱3个是抽签也是？咱是用抽签还是阳剑也是？我看这样子好了啦，比较小的先来好了。哦，比较小的先来。哎，啊，这个代志，
歹势。我穿的鞋啊是7号的7号呀啊！我比较小。哎呦这个有啊，你几号？你几号？6号。啊？6号？咁正式啊！哎呀，那我跟您都有一点距离啊。哦，4号半。啊？那唔查某鞋啊？所以我拍摄我最小。拍摄。来这条4号的，伊才穿4号半啊？哎，敢若唔对哦。哎。比较小，可能不是讲鞋啊，少年啊，安尼，这个呢，我都可能上尾一个才去。没有，我一定。我是穿 XL 的 ，X 下子，我是 M 很大 ，M 哎 ，M， 啊你是，我是 MM 啊，都多好比我们又小一点。不是 MM 是 Mother Make It， 妈妈做的。所以我是太小，因为市面上买无遐尼小的 size。哦，是，拍摄一定是我了。无怪先生啊，过了真孤单。是。你是你讲啥啦？我是说年纪最小的先来啦。哦，简单的一句话，你个屁啊！你在创啥？他咋讲的哦？哎，你既然是年纪最小，我各方面都小。来，那就是我。有个是你啊？当然了啊，不是我在讲。这个吴宗宪你唱起来啊，是那跟施文彬比差多了。哎呀，假送，一边唱吧，就过来看大字报，还有闹感情。你当一个参赛者，本身有一个裁判呐，是不是这样讲？我唱我搞唱，现在就马上来唱了都怎样？你要改唱什么歌？我本来改。你是第2小的是吧？不要讲那想他是中的，还可以了。我来给你唱一条《鸳鸯酒杯》。哎呦，鸳鸯酒杯，马上你看了怎样？站在塘边，想着明月，听你的小白情话，捧起着鸳鸯酒杯。祝福你好坚定，今日一杯，期待再相会。酒杯内自红嘴唇，留恋人经过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心爱的，春秋开通，送着明月，忍受着冷淡风吹，捧起着鸳鸯酒杯。但愿你来照着约束的话，无心来违背。送别的最后干杯，期待咱相会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心爱的。哇，你死了！你看我刚刚惊吓无语。真的，因两个这很登对，我想我就自动弃权。是唱着拜托哎呦，你有没有听过原曲啊？啊，哦对，唱起来比罗时丰差太多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搞的你这不是我讲的呢？这个原曲当然配的嘛。那个这种歌是洪荣宏唱的。啊，这个是哦，哎，这样，我感觉呢，因两个少年家家己较适配，而且歌歌唱了之后，安尼。我主动弃权了。啊，别应该别别啥呢？你不可以这样子的，各有千秋嘛，对不对？把我的票投给，好，我弃权。我你是要唱就唔唱啦，你是。啊，我真的可以唱吗？你到底要不要唱？嗨呀，我唱一首歌给你们听。什么叫唱歌？哎呦，选歌要选得对呀，要唱的小姐心花怒放，开起染房来了。真的吗？我也头家这红线，他就传起来了。哎呀，不相信讲对啊，那你该听看没？你要该唱什么歌？刷中红，刷中红。啊，未想着心花怒放，那就不是那刷中红。
这第二次。这头一句可能袂记哩。雪中红。人家那么年轻，他不习惯跟老欧啊合唱啊。哎，我什么老欧啊？我是大号的熊大欧。这个感觉不错。哎呦，一起。今夜风寒雨水凉啊！这一句他可能要唱8次才会开心。咱两个爱替就倒唱一下，学姐加油，学姐。今夜风寒雨水凉，可冰花落风尘。既然已分开，何必多讲起？缘只有加添新稀微。他是唱老旦的是吧？日思夜梦。谁知梦醒变成空，心像你的梦，阮的心袂停松。为你我心叮当，无限风尘又风，只有玫瑰山中红。日思夜梦，为你一人绵绵情。谁知梦醒变成空，亲像你。心袂轻松，为你我心叮当。无间冰手又风动，只有玫瑰山中红。看到我的功力没有？哎呀。一个女人嫁一个男人就是要幸福，对，开嘴都有法度吹笑到安尼，哎呀，要用嘴你都有法度唱到这款。哎呀，会老张的口技个袂歹啊！阮三个人，我看伊也歹势劲，我规矩叫观众看要劲多少。观众敬哟，哎，我家己嘛就歹惊的，哪里是安怎？差不多啊，你来看。真正叫观众来算好啊啦，好不好？恁感觉我甲因三个什么人较适配？哎呦，谢，等，谢，要别啦啊！还没啊，好像是群众之中啊，还是隐约传来投给2号的声音啊。哦，哎，哦，2号呀，哦，1号，你就来了，1号，我讲唔对啦，我1号，你那直接投我3号啊，你是3号，我是1号，安尼用表决好了，要表决，赞成1号的请举手，哇，2号的请举手，3号的请举手。拍谁啊！我甲伊两个人今晚要去日本，去参观迄个刷中红。拍谁？你两个直接说一下，那我们就留着卖面了。